好，除了這醫美診所以外，今嘛就連生殖中心送子鳥的台北園區呢，也賣傳出這偷翕的風波。檢方是甲負責人甲現場的經理，照這妨害性溫書等罪嫌，互因20萬來交保。原來衛福部也來公布一寡侵害着溫書互人裁罰的醫療機構，全台灣攏總是有17間，除了是罰50萬，也來停業6個月的時間。過去總是用甘心的微電影講起協助真濟夫妻圓夢求子的艱難，這間在國內知名的送子鳥生殖中心台北園區，如今卻也爆出疑似偷翕的風波。什麼叫不關我們的事？要說清楚。偷拍就不關我們的事嗎？檢警搜查診所了，發現有可能是攝影設備拆除了留落來的號，通知細社的診所負責人甲細林的現場經理到案說明。北檢先後以涉嫌妨害性溫書、妨害秘密等罪嫌，2人各以20萬交保。本案亦於2015年5月22日約詢診所的負責醫師。該診所的負責醫師表示，為了保障醫病關係，並且避免醫療暴力，故裝設攝影機。台北市衛生局5月18日甲警方帶動作前反監控稽查，後續會配合檢警調查，若有明確違規事情，依法將嚴辦理。送子鳥官方回應一切的靜待司法調查結果，客戶權益未受影響。9月2日，最近侵害別人溫書權裁罰醫療機構，雙北市、台中到高雄，攏總有17間。這個是隱私問題。然後，而且應該還有肖像權的問題啊，對啊，而且大家去都是希望有被好好的服務，可是被偷拍，這個是大家不願意的事情，所以我覺得這個至少要退費，然後申訴那些的都要拿到一定的價格。衛福部醫事署副署長劉玉晶補充講，全台各縣市衛生局針對醫美診所，當來進行為期1個月重點稽查。若針對醫療機構的部分，中央已經邀集醫師公會等單位商討溫書規範，原則上3個月內會完成修正。其他嘛關係民眾溫書的場所，會由行政院指導各部會整理，衛福部會配合政議指示進行。記者綜合報道。